大家好，今日 Java 嗰邊咧又有重磅消息咯噃。之前盛傳好耐嘅 Java Leo 碳纖版肯定咧其實會登場嘅，但係坊間一直未有消息，到底 Java 會生產乜嘢顏色呢？一時又話係黃綠色，一時咧又話係鈦啡色，簡直咧就好似年嗰啲 iPhone 18、19啲假消息咁啊，都唔知邊個係真。今日咧終於確定到生產嘅顏色啦！農曆新年之前會生產出令色嘅黑大理石紋同埋啞色嘅雙藍色。香港行貨零售價係7800，當中包括有高碳把啦、碳頭柱、碳前叉、碳車架，而輪組同埋座管咧都係採用鋁合金嘅。呢部16寸嘅摺車咧，重量大概係8.5 kg。新出產嘅令黑色大理石紋咧，真係相當吸引，有住神秘而高貴嘅效果，睇到人哋真係心心眼。呢種大理石紋咧，最初係應用喺汽車上面嘅，後來單車近幾年咧都開始被廣泛利用。而家咧 Java Leo 咧都採用佢為其中一隻顏色，真係特別到痹。另外咧，你會見到呢部車有 J Air 呢組字嘅。幾年前咧，我哋有個 post 咧炒熱到上晒唔同嘅網上新聞，其中新聞入邊嘅主角咧就係呢一部 Java J Air 系列嘅公路車。咁到底乜嘢意思呢？ J Air 咧係 Java 旗下嘅高階系列，結合咗 J 咧即係 Java 同埋 Air 空氣輕型嘅概念，主打一個輕量化啦、速度同埋高性能，通常採用全碳纖嘅車架同埋比較好嘅零件嘅。成套電子變速咧同之前嗰啲電變版本一樣咧，都係用 Wheel Top 嘅一個電變啦，12速嘅指撥咧就係用 OX 嘅指撥嘅。原裝嘅座管咧係鋁合金嘅款式。如果你想進一步偷輕部車咧，換碳座管都係好選擇。不過市面嘅碳座管咧質量可能比較參差，而呢款 G Pro One 嘅碳座管咧總長度有60 cm， 後漂設計，同部車一樣咧都係黑大理石紋嘅，或者你可以揀啞黑色，比起原裝嘅鋁座管咧足足輕一半。想玩多啲碳纖件，你亦都可以考慮咧啲大齒數嘅碳餅，譬如52啊、54啊、56齒咁樣，又可以偷輕之餘踩得又快啲。原裝嘅鋁合金輪組，如果你都想換走埋佢呢，領有呢個 UCI 認證嘅 Buswave 三刀碳纖鈴呢，亦都係市面上性價比之選。Leo 專屬嘅三刀碳鈴，型格輕身。想將部車再一步個性化啲呢，你又可以玩下唔同顏色嘅外胎。我哋 Coolone 同樣有選擇。跟住落嚟就睇下黑大理石紋色呢，配上三刀輪組，再襯下唔同顏色外胎嘅效果啦。咁呢個就係黑色嘅車身啦，配上黑色三刀鈴，再加黑色嘅外胎，然之後再配上 Swaber 嘅黃邊外胎，望落又幾靚喎。如果唔想個顏色咁強烈嘅話呢，哇，紫色外胎咧望落去都好型格喎。Java Leo Carbon 咧就將會咧喺呢個農曆新年前就到貨啊！咁如果有興趣落單嘅話咧，就趁呢一兩日咧好 WhatsApp 我哋啦，因為我哋會按呢個客人實際訂單數量咧，就會同工廠攞貨嘅。有興趣可以 WhatsApp 54829987。同我哋預訂定 Java Leo Carbon 嘅客人呢，都會由我哋親自送貨到樓下，買車仲送你 RC 3啤令快拆腳踏。如果你買黑色嘅車身，就送你黑紅色嘅腳踏，襯翻佢紅色嘅制動器。如果你買藍色嘅車身，就送你鈦藍色嘅腳踏，又係襯到絕一絕。唔想要腳踏，可以選擇另一個禮品包，就係充電前燈、尾燈加隱藏鈴鈴，優惠可以2揀1。想買 Java 記得揾我哋 Coolone Bike。